金钱上之美德，但是争议已久，不再多年。曾令去过王陵爬将第4年来，遵旨。乘风得意恩前从，梅花吐色一点红。天降之位，即生儿册封朝阳，长真公。谢主隆恩，两位爱妃平身。
清清年年进宫去，等死我独苦终生。去召唤那李娘。那又成功杀死生下了太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不会，奴才给他，娘娘奴才一片忠心，都是为娘娘着想啊，娘娘。你且来见。是，娘娘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造谣。娘娘的奴婢恩宠十三，才于有谋之处赴汤蹈夫，万死不辞。与何良策？那姚妃杀是生下了太子，就拉死他，自称是个尸体。不同，十倍差距是何得了？哎呀，这个。哦，原来是外邦进宫来的金氏李嘛。原来是这个畜生。娘娘，有了！什么有了？奴婢想出了一个调包子计。调包子计？是啊，娘，天子我包金丝毛，不去皮，死人必生相过样。鸟飞杀生小一宗，就将这不必礼貌去调包，人人把你总得抛弃。
事，叫和珅去调包呢？这个娘娘，可以叫聪明伶俐的口子去调包啊！娘娘，夜深风大，快请为公安歇吧。寇姑娘自寒自暖，对娘娘体贴着命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是呀，哀家有福的要等哀他了。哎呀，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侍奉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我要你往东，我虽往东，命你往西，我虽往西，叫你参杂，不由你同意。我虽参杂不同，不离左右侍奉娘娘。好，眼下去遇见他时，要命你去判。奴婢愿望，你请前来。逢夜有事来轰的，吓得客子去吧，去可哀去，娘娘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哀家就不亏待于你。此次早起行事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去恭会万岁驾到。是。剩下的是男是女是情郎。小魁子随捧上从前见。
保济而饮，快去，快去呀！万岁驾到！快去哎呀，爱妃，你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李爱妃生下了吗？生下了，是龙是我，可惜非龙非凤，那是什么啊？谁知道嘞？相思万岁，no！呀！都不能残下妖孽，以后颜面我才是好。万岁！来，将这妖妃碎尸也。万岁！请翁冒死走当场，娘娘此言神恩
将这前生当成人过。万岁！龙体要紧，前生死后作孽，你何苦要报他呢？万岁！曾经有方才明白，二婢是为他言他的的娘娘啊！哎，二婢听过。万岁！愿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恳请皇儿娘娘千岁！恳请皇儿娘娘千岁！
的有人来了。你切莫的苦要忍耐。与我出来。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亏公臣，你一人在此作甚？我是来这里玩耍的。可有此切莫推问，免随娘娘责打。哎，去吧。哎呀，是啊，圣人都说陈公公是个忠为神子之人，今朝我不求救于他。公公请转，公公请转。哦，是公公，你不肯说，那我走了。公公，哎呀，公公，救命啊！救后人之命。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只犯灶眼，事情太子命在旦夕。此话怎讲？只因李娘娘真做真故与寡妇下毒计，用礼貌问出太子。太子先来跑在这，与我知太子在哪里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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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才我拜了太
猴子，想刘飞新的真功全要当场，国王凶残多年，耳目众多，啥子也是见不到万岁。这小太子他你我三条性命，岂非一起断送？这个，哎呀，公公啊，可知事不足心，总要救救太子才好。口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礼也不知，咱家搬家多年，看见这深宫财恶，满朝文武层层侍卫，你我那小小内侍是何管的？实在是非我可护，怕把送死啊！是此事来，你是不想救太子了？我真理，帝王为堂堂内侍人，身内有罪要不听，先怕为他苦，只怕因后遭死生。太子如果早不言，你见死不救。他与
慢走。哦，原来是国娃公公。请问刚才是你一人在此？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寇子？必见寇子。你手同帐合，意义何往？奉旨前往南清公园把阎王做事，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。慢！莫下朝阳宫自报设妾，请你当开帐合，困困可有嘎带？不可也怕。与王后一子，万岁爷，我父。慢！进宫娘娘，放空出宫。王命在身，少赔了。你正宫娘娘驾到。陈公公，你哪里去？奉旨去为八阎王做事。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寇子？必见寇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你且去吧。是。娘娘，现在奴婢遵旨查困帐合，他竟不肯开合，根本不把你曾公娘娘放在眼里。再宣城里。是。娘娘有旨，曾令二次见驾。曾令二次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之上可曾见到寇子？必见寇子。何种何法？实现孤僻，可有疙瘩？并无疙瘩。当真？当真。鼓着，去吧。娘娘，看他匆匆而去，莫非其中有诈？再宣城里。是。待娘娘有旨，曾令三次见驾。曾令
曾令三次进将，娘娘千岁，千岁。臣立。王后，其余与王凤和宋君是归宗之分，哀家倒要见色。娘娘，奴婢以君为王，综合里不过是一些事些孤品。什么孤品？莫非是梨子？梨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不是梨子，不是梨子。哪里行得？国王当开状儿，宽顾明白。是娘娘，尚有御笔王凤，没有圣旨，只怕难以开的。你敢用圣旨养我？奴婢不管，那就急去王凤当开状儿。是。娘娘不可啊！一去哀家担抬，一起用娘娘担抬，夸奖王父。是。开河慢，王风一开，我当开你们看。慢，这蟠桃下面可有干
何来？干得哪里行得？国娃分开看看。娘娘高见。娘娘。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得来佛旨，事情可曾办妥？已经办妥，将那礼。礼什么？见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倒了啦。倒在哪里？鱼肉之中当真当真，与何为证？恐吓为证。哀家是欲从上，谢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那王凤之事非同小可啊！真理，娘娘，既不敢得，也就算了。这王凤之事，哀家是为兵民犯罪。是。娘娘，昨夜一夜离散，快请为公安息吧。保驾为公，保驾为公。娘娘最孩子好险呐！孩子，快随我出宫去吧。元宵佳节，娘娘到御花园看花灯去了。
兄啊，为何长叹呐？玉帝呀，常年他曾大母爷胎儿生，真却是空有浪子一转身，家邦萨母真隆重，他送江山，花归尘。兄啊，你要报仇龙体，全王兄我要太悲伤，必有一份罪当尽，曾必负三儿郎。少年生聪明，体有心。你我守着今生，莫忘记我江郎。体有心，夫妻膝下曾几年，彼此望兄可曾心？曹家不若严嵩人，快问天下天见来，有请王后娘娘，与你请。玉帝，这12年来，怎为何从未听你说起有个3殿下呀？这哦，兄王忙于哪里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国王儿啦，快去拜见万岁！啊，还任朝真叩见万岁，王子病身，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眉清目秀，一表堂堂，3殿下生得怎样寡人呐？父王想吗？冬日先王一马，世人相向，亲生儿子怎为不祥？玉帝真有心把王者继承过来，好，有空留意他。兄王计算众议，就该当即立断。对，王者听风，万岁，朕封你为宋教太子。
甚好，今有余力的3年下，正以封为宋旧太子了。范岁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！皇上，大宋不能无为，望以国事为重。是啊，事关宋10几年，你就丞相自吧。王儿，快去拜见母儿千岁。啊！汉人拜见母儿千岁。必胜。从今以后，哀家对你要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密。多谢母儿王儿，母儿一语从千金，恩情似海深，真胜过你那亲生母亲了啊！臣命令本令太子策划与公去吧。朕知。父王，母儿还人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。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品好了一大半了。臣弟自家。慢，朕要你同饮几杯，畅谈一番。来，鼓舞上来。领旨。你安正长好，只有诸事难解。
将之位接送后，册封朝阳张真公。娘娘，你又在伤心落泪了。12年了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娘娘，一杯清茶全当元宵美酒，请喝吧。
息吧。神女，你是谁？怎会到此？我就是白燕王的三殿下，自己才封为宋举太子啊！娘娘，这位却是万岁新封的太子。哦，他宋洪峰，江山不给却。娘娘，你看小殿下的面貌长得真像娘娘啊，好像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似的。哦，是吗？娘娘，去了王爷先去了。奴婢陈琳叩见李娘娘啊！陈琳平身。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奴婢在那边等你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娘娘我可拜得啊！拜得，这是因为他言他德的娘娘，你要称他母儿，多多拜上几拜啊！还是朝真拜见母儿娘娘。这拜，多拜几拜。愿母儿千岁，小弟心轻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何在人工受苦？小儿之家就不要问了。那我问娘娘去。哎，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说来话长。1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也曾产下一子。哦，此次是来和我同年啊？兄王死今在哪里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兄王的下落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娘娘，兄王到底在哪里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产之时，曾听婴儿的哭，不知谁人追奔，使我产下寡胎，伴随龙
心他怒，把我当成冷宫。王家既有此不明之事，究竟是谁枉罪皇上？娘娘真苦，今上人殿下，殿下，陈公公，你可知道吗？好叫臣生恨呐！我恨娘娘情郎君，恨臣内带臣，看来是因为娘娘报仇啊！我要把你出来叫声，我的好的新娘啊！太子太不知相我不相识，要让他为若屯居为中情。不哭啊！怕走了风声要坏他事，起早劝他为公平。殿下，殿下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娘娘，去吧。娘娘啊，劝娘娘莫悲伤，保重风体放宽心。常言道，其人自有天下当主。娘娘你策略有人愿能生。是啊，娘娘一定会有策略之神的。娘娘啊，请快那常为有子立之事，原本生长才有谁12年前遭受理。好心人强求到此从何根？莫看枯木花不枯，内蕴生机有前程。才等那春花秋实丰收时。更深一谋理之音。莫宽苦莫无花不太等那春花秋实理之音，莫非他平地往情深知。今日我12年来早死母乡的鬼，送
快随我回宫去吧。不，我要谁在这里诽谤娘娘？娘娘，陛下不可啊！万岁在等你回宫复原效力。陛下，你怕委屈吗？委屈吧，慢点。娘娘保重。娘娘千岁，禀身。寇姑娘，12年来家对你是何？娘娘对奴婢恩重似山。好，既知恩重似山，那就该知恩报恩，把当年九曲桥畔之事，从这将来是有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从你当年用将实情来秉旨，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礼貌问出小太子，将婴儿抛入雨河内，九曲桥下遭淹死。从此我手看是定12年的水波乱无神知。
娘娘，看子以后问特出，还是些什么样啊？我来问你，当年你和陈琳是怎样穿透一气，蒙骗哀家？哎呀，娘娘，此话是从我说起。不用答应两言不早，国王将前生绑下了。是，来人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早死不早，娘娘，奴婢冤枉了。拖下去，狠狠的打。是。娘娘。娘娘，怎么不当了？娘娘，当时前程断了口供，只怕难以再更。倒不是把陈琳宣进宫来，与他当面对质。好主意，宣陈琳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见驾娘娘千岁，平身。谢娘娘。娘娘，深夜宣奴婢进宫，不知为了何事？陈公公，哀家有话问你。娘娘，请讲。12年前，哀家命口子办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长19，实在忘外了。可是口子他已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你怎么讲？许怪哀家翻脸不起。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我不成。国王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面试金牌。娘娘，夜深了，用奴婢为公，慢慢想来，谁能想起即来禀告是假慢？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走呢？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口子忘了哀家的大事，给不给当？给当，给。
口子带上来。是。与我再打。是。娘爷，奴婢虽无不义之理啊，是何当的？哼，皇后意志，你一贯违抗，打！娘娘，打！还不与我匆匆地打？遵旨。从前
与金官为靠娘娘。莫挂他家，他父亲。你问他当年河山村通和中长谷何分？是，可是你当年河山村通和中长谷何分？此话从我说起，难道你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？是，哼，哀家当然看见，谁看他早死不早？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还要问我？好一张脸色，证明你我重重的打，狠狠的打，当了他走人放血。娘娘，你不管从当，看来你们的是传统的了。不是。是要丧命的呀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筷子就不怪你，你当吧。这是你，陈明，你还不与我重重的打？你打死我！你曾见我也罢。举起武
娘娘没有死，太子他也没有死，不成礼也没有死。话拜见八燕王千岁，公公免礼。咱家奉万岁之命，特来送上寿礼，请千岁收下。本王拜谢王恩。千岁，奴婢告辞。哎，公公难得到此，怎能不应受就匆匆而返呢？皇命在身，少陪了。就待本王当开庄盒，你我同用寿桃，共享王恩，再走不迟啊！这是何事的呢？公公，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？公瑾不是宠你。不知半道，妾是失礼。千岁，这王峰背后还有御笔题词。御笔题词，请公公顾莫起观。此次你我一同观看。当年昨日送礼子，今为父王先失礼，不必去用，亲手用，苦苦力力先不虑，还望御笔轻风。啊，公公，你可记得这其中之含义么？这有什么可记的？告辞。你不记得，本王记得。十六，才16非也。王郎他第日送着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自灭奸党，也顾不能。一派胡言！国王，
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。来人！薛先生自私的弄堂，家母钦差大走，给到何才？本王奉旨拿着文贼，名正言顺，天理昭顺。再叫你三公中进4陪他走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把然做了1万岁，却从良，贼大何解？万不从的招来。你许可本人，咱家何才自由？国王，见臣。这子女必是昨天称雄王，玉楼飞浪费为天才造浪，后天浑身还有事，上身一头人将将，我必是后宫神女，女孩我定先上。你是个残忍狡诈的成年郎，到头来文武是非我相藏。你好要飞报！什么他要飞航，一件件都是财产，天真是山里许的来，听要你唱完半半学来唱。不懂他因两力不早，用意是不太驾到，他遇上狗来了，先将国王绑下了。不太救命！不太救命啊！各派请你尽管私事公堂，去大臣，给当何才？本王奉旨拿着文贼，名正言顺，何才之语？生子何才？情况。当年作祟送李子，今为父王先杀律。真理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不义王作祟，送的不都是蟠桃水里吗？真是，可这里说送的恰是李子，岂不荒唐？这也难是。今年送的不是石榴吗？真理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李子？第七次是石榴花茶，娘娘。小小李子幸福了娘，爱不知中几真道，李子长在有人子，多少年才长这棵不根苗，要靠它生生不息永繁衍，要靠它村中几代更继老，吃了姜丝让有口狠心人，他把古筝当铁套，今将李子来打了，又把牛人子放土上，自古生计一多也可相长，机关算尽望土壤。心血似火，娘娘，你难道害怕了？你
我是证明你休想有意和众黄片爱情，咱家奇怪。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鸟人是事情世上还有吗？这你说呀，你讲啊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请困。黄灵帕，真是黄灵帕。请问圣人一死，何来此吧？生死不虑，也未可知。可是神外我查，什么我查？神在哪里？哼，真是我见鬼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，一生情等了17年，苦难长。17年不见，你还趁势回击吗？我就是你还不是少不是17年我杀的李娘娘，将国王帮助发上列举战士。是。安随驾到，接驾。勇啊，娘梦难犯下了妇女不怪我奸妃江城黑，几经城冰消雪花，终结命苦难一生也哀
万岁，刘备原谅自己一命身亡。千岁万岁，国华以再岁死忠。好，莫非今当于此，他成一棒？口子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兄没有把人，我们的仇报了。口子，好功臣。口子，好功臣。那就来。万岁万岁！